Hello，大家好，我係子龍。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起珍珠課程其中一個好深刻嘅 topic 啦。而嗰個 topic 咧就係叫做對聖潔嘅着迷。咁點解會對嗰個 topic 咁深刻呢？係因為聖潔咧，原來其中一樣嘢咧係貞潔啦。咁喺當自己細個嘅時候信耶穌到而家，其實去面對貞潔咧都覺得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啦。即係有努力持守過啦。亦都有跌跌碰碰啦，有軟弱嘅時候啦，持守到一個時間咧就覺得好灰心。聽過好多人講係好需要去面對呢件事，但係其實都好冇盼望。咁但係好開心嘅就係分享嘅講員咧，佢分享到其實佢喺婚姻之前咧就已經持守咗，而佢呢個見證咧令到好激勵我個心，令到我見到原來前人咧已經有人得勝咗啦，甚至跨越咗啦。令到佢激起我嘅心啊！好想我都成為一個咁樣跨越嘅人，然後再進入去婚姻。而有乜嘢點係令到我會好多諗法同埋反省嘅呢？亦都令到好想持守嘅呢？而有5個點啦。而第一個點係我對愛神嗰個心啦。即係其實因為當愛神嘅時候，知道佢律例啊、誡命同典章嘅時候，其實知道神係會傷心啦、會唔開心啦，或者佢都有佢想我哋去做嘅嘢啦。即係神當佢喺我人生咁多坎坷嘅時候，神帶我走過嘅時候，甚至俾好多恩典我去跨越嘅時候，我唔想傷佢嘅心。而亦都因為聖靈內住喺我哋每個人嘅內心啦。我唔想再令聖靈去擔憂咯，即係人生可能做好多嘅決定，已經令聖靈擔憂㗎啦。而今日就好想成為一個真係一個成熟嘅基督徒，學習點樣唔令聖靈擔憂自己做嘅事。咁所以好想去持守啦，呢個係第一個點，因為愛神啦。而第二樣嘢係因為對神嘅敬畏啦，即係因為咧，如果睇聖經咧，其實好多講到性嘅罪啦，或者貞潔啊。無論係淫亂或者奸淫咧，其實嗰個罪帶嚟嘅後果咧，都可以係好嚴重。而其中一個大衛嘅故事啦，因為佢所犯嘅罪啦，而令到佢成個國家同埋佢個家庭咧有一個好大嘅動盪同埋改變。即係呢件事咧，就令我好警醒。其實有時候真係人所犯嘅罪咧，承受嗰個後果其實真係唔係人可以承受得起嘅。至少我自己唔想承受一個咁大嘅罪嘅後果啦。咁可能以前就會諗，咁多人犯，或者我都好似有好多次都有軟弱過咯。咁個懲罰都唔到喎，或者個罪嘅後果都未到喎。但係當我認識咗神更加多嘅時候，其實知道如果有一日神嘅恩典唔再係咁樣去保護住我嘅時候咧，即係神要管教我嘅時候，其實我要經歷嗰個罪帶嚟嘅後果咧，係唔係我可以承擔得起嘅？正因為對神有個敬畏嘅心嘅時候，我會有一個心會努力咁樣去持守咯。而第三樣嘢係好想成為年青人嘅榜樣啦，想成為年青人嘅盼望。因為喺自己持守嘅生涯入面，亦都聽過好多個見證，持守一段時間，但係最終咧都係會跌倒嘅。即係就覺得好多人都講咗好多年，甚至講要持守貞潔，但係真係有人做到嘅，其實真係少之又少，甚至都會覺得懷疑自己其實係咪真係做得到嘅。但係當今次分享講完佢講佢自己持守得到嘅時候，為我帶嚟一個盼望咯。原來已經有前人嘅持守啦，激勵我心啊！我好想成為一個咁樣嘅人，都可以為住將來嘅年青人去持守咯。明白咧，喺每一個世代其實都有每一個世代嘅困難咯，甚至係越嚟越艱難咯。但係我相信一樣嘢嘅就係，其實當我可以喺呢個時代入面去跨越，甚至係持守到嘅時候，係可以俾將來嘅年青人帶嚟一個盼望，俾佢哋望得到。我哋前人都係靠住神嘅恩典去持守得到。雖然知道咧世代係一代比一代艱難，但係我仍然相信神嘅恩典咧係每一代嘅都足夠去用。所以好想俾佢哋一個盼望，就係我哋都可以持守到。雖然你哋嘅世代都困難，但係你哋都可以持守到，係因為神嘅恩典。而第四樣嘢係好想捍衛將來嘅家庭啦，即係因為大衛嘅故事都令我警醒嘅就係，其實罪咧係可以牽涉到家庭，甚至係自己嘅子女。咁因為我唔想將來嘅仔女咧係因為我犯罪嘅緣故而遺留俾佢哋要經歷好多痛苦或者好多困難，甚至令到佢哋人生會經歷跌倒咯。即係都明白世代已經好困難啦，甚至如果佢哋將來好想去愛主，好想去持守、去跟隨耶穌嘅時候，我唔想即係自己所做最帶嚟嘅後果咧，而成為佢哋嘅絆腳石。好想佢哋喺神入面都可以成功咯。即係明白世代已經唔容易，
更何況如果我仲要再加多樣俾佢嘅時候，真係唔知佢究竟跑唔跑得完佢自己嘅人生，咁去跟隨神。所以我想保護自己將來嘅家庭啦。而第五件事，即係第五樣嘢咧，就係我自己私心嚟嘅。我係一個會比較想另一半啦忠貞於我嘅，我都想我自己係會忠貞於佢嘅。即係我嘅眼目咧，只係得佢，而我都會想佢嘅眼目就係得我嘅。我都係會一個會有時候會呷醋啦，或者都會有可能會有妒忌嘅時候啦，即係好想佢眼中只有我一個嘅啫。咁當我想另一半有咁樣嘅心嘅時候，其實我都會要求我自己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即係想我自己眼目咧只係得一個嘅啫。開始唔去睇一啲唔應該睇嘅嘢咯，淨係眼目咧只係定睛於佢咯。因為我覺得就算如果揾到一個全世界覺得最吸引嘅人，但係可能有一日因為我哋習慣咗佢嘅好，甚至係時間嘅流逝啦，令到我哋已經冇咗當初大家對大家嘅吸引力嘅時候，其實有啲咩係仍然對住大家忠誠呢？我覺得就係持守住對大家嘅愛啦，同埋喺呢一刻我持守進入婚姻嘅時候，係令到我可以將來有一個得勝嘅記號，記得點解我進入婚姻嘅時候仍然只係眼中只係得一個。呢一個就係我好想持守嘅原因啦。雖然咧講完，即係喺個過程入面最 hit 到我個心啦，或者係最深刻嘅課題啦。而當聽完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有一個好大嘅決心啊，好想去持守到最終啦。即係相信咧，其實可能持守咧唔係一刻嘅事啦，而係一世嘅事啦。咁亦都有部分咧已經開始去持守到而家啦。咁我相信係仲有好多時間仍然需要持守啦。但係都仍然咧有自己面對嘅難題同埋軟弱嘅時候嘅，咁但係正因為有咁樣嘅心同埋有咁樣嘅故事嘅時候，令到我更加想持守對神嘅忠誠啦，同埋即係呢個貞潔啦。而呢個就係我嘅故事啦。多謝大家。